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11月4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如何应用台积电顶大厂，或者是愿意返来故乡投资南科的大商，会当顺利取得土地？目前第3期园区的开发就相当的重要。议员林志典伫个议会总质询，就要求市府，既然方向是确定的，就一定要克服万难，加紧推动。南科欠地问题，顶上已经要求扩建多年，不过一直拢无下落。商务议员林志典再次向市府请命，希望充分了解地方的需求，将跨西农场甲南科 ABC 3区同步开发，赶紧制定政策方向，加速进度。对此，市长回应，因为现况除了地主无愿意配合征收开发，也需要沟通。加上街头科园区嘛咧大力争取，其实是相当烦恼。应该政府要积极跟南科管理局，还有跟南科的厂商接洽，说把他们的未来发展诉求大约要多少。应该是要使用地的，他们的思维会比较正确啦。等到人家不够再跟我们讲这样是不对的啦。我是建议ABCD 跟汉西农场一致开发啦，一同开发啦。我们不仅是碰到 ABCD 区跟汉西农场哪一个地方比较容易开发，不仅是南科内部的。这个大家的努力要开发在哪里的问题，我们还面临的跟陆科跟桥科，陆科是陆竹科学园区，桥科是桥头科学园区。中央说不定有这个计划，因为有内部的评估报告，他们认为桥头科学园区这个土地取得容易，没有居民抗争，没有居民的社区，但是他们认为 A、B、C 3区。都有人的庄社，都有人的社区，要叫人迁村，要叫人迁社区，不管是用这个一般征收，不管是用区段征收，时间都可能会来不及。这项议员进一步针对各大科技厂伫南科大力投资，不过南科员工的家庭教育伫主体区的扩编，拢对不上脚步。议员强调，新化甲新市的人口因为南科发展拢有增加，都安定8年来只增加208人，所以今日要求加速安定的通盘检讨，扩大主体区。永康吸去，阿南区吸去，生活吸来。连尾手，这一个证据，新市原地嘛吸无到，是因为伊有哪无建地，毋过伊37公顷开不了，人口瞬间就成长起来，所以这个是无共释放建地出来，造成人口无得成长嘛，敢毋是安尼？安定的都市计划区啊，现在住宅区、商业区的发展率啊，还有人口的增长，它原则上是。真的稍微有点饱和了，有点饱和。它开辟率已经98了。对，所以这部分我们在草案检讨的时候大概会考虑这个问题来适当来增加一些这个适当的发展用地的那这个案我们大概预计大概应该是下个月就会来公展。如何照顾南科员工家庭，特别是生化国小毕业生流向问题，议员甚至表态，如果公部门无法度兴建国中，地方愿意家己出地募管来起。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日前，市府文化局正针对府城历史街区首次划定缓冲区，希望进一步制定振兴方案。不过，因为这期的范围并无包括南区，所以议员吕维印就伫总质询要求市府将南区纳入第2期，共同来拼文化观光。对此，市长嘛表达乐观其成。
但市文化局已经公告，包括咸水、虎城、新华西历史街区范围，观光旅局嘛配合政策，获得民俗业者合法成立，目前再度维修东区甲北区的缓冲区。对此，议员刘维印以南区的地理交通、历史文化甲观光优势，嘛强烈要求南区爱纳入第二期的历史街区。对此，市长嘛表达乐观其成。这个文化历史的渊源上，其实某个程度上，昆喜湾是个传统的一个部落。那它在这个水交社文化园区也是最近在您的手内即将这个完工。那某个程度上，我们也是充满了文化、充满了历史地方。可是在这次的讨论上，我们的这个南区的篇幅似乎相当的小呢。那市长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把我们南区纳入你第2期的历史这个街区的计划里面？是的，谢谢李议员的指教。这个部分我是乐观其成，而且会希望说能够积极推动，将南区纳入这个双城观光地区，那兼顾这个地区的观光发展、观光产业发展，以及其他包括一些饭店、旅馆，他们能取得一个平衡的一个前提下，愿意纳入。南区出身的议员嘛，相当关心该区道路出现侪无平整，一坑一坑，还是参照大国的情形，都来探讨原因，要求改善。嘛，进一步争取包括西门路、中华南路、甲滨南路这3条重要道路来进行路边专案。伊相信效益一定是上界明显。这个效果，我相信显而易见，很快就可以让人家感受路品的一个状况。这是第1条西门路的部分。那第2部分这个中华南路的部分，中华南路的部分，当然它会经过目前的一个这个地下道。那从国民路到金华路的路面，这个包括南区公所前面的一个部分它那边有多叉路口啊，这个包括中华南路啦、金华路啦，这个南河路、这个明星路，它全部都纠结在那个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这个路面我们看到它路口那么多，其实我们也知道那一条的交通量就相当大。那这个就是我们最近这个缝了这个挖了又补，补了又挖，之后流程的这样的痕迹，它是这个中华南路、国民路到金华路的一个部分。新的1年度，或者在接下来我们预算如果足够的情形下，是不是可以优先的来进行路品专案？市长，谢谢。我们在新的1年度优先来考量、评估、处理，然后当然是可能在明年初的时候。中华南路部分我们预计在明年初我们大概就会把它列入这个路品专案。滨南路的部分台86以北已经做好了。对，那台86到这个湾里路这一部分我们已经发包了，然后最后面那一段我们在明年也会做，所以大概整个滨南路还有中华南路您讲的这个大概都会。道路到边塔都来影响民众行安全，和大家感受上深，嘛是影响旅客来台南观光影响。不怪市长嘛答应优先考量。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争取特色公园伫顶一个会期的总结时，成为侪议员关心的焦点。对此，咸水公20特色公园得到前瞻计划补助，以及的步道、排水顶基础建设，预计今年12月底就当完成。不过，到底是要增设什么设施呢？议员沈佳凤要求市府一定要办公听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会当符合当地民众的需求。为了咸水门河公2022得到营建署前瞻基础建设补助，将打造一座特色公园。不过，议员沈佳凤在参与过进前的公听会以后，却相当烦恼。好不容易争取的特色公园，却无符合在地民众的需求，所以要求一定要听出大家意见，才来开发。对此，干部局长表示，第2期的开发已经规划工作坊等一连串社区参与过程来听出民意，预计明年下半年才会发包。咸水真正比较没有露天的篮球场，可能都在校园内，但是校园内可能没有外界，或者是说有固定的人，学校的学生都固定在使用，所以盐水的年轻人他们没有一个球场可以使用。所以希望说我们这个公20
特色公园，可以广纳民众的意见。或许在下一次我们整地之后，可以再办一次大规模的公听会，让民众参与，好不好？我们在办第二期的时候，我们会办工作坊，大概也会第二期会办工作坊，对工作坊在广听大家的意见集中这个儿童家长，然后包括专家学者地方人士的意见，来再做设计。所以第二期我们会比较预计会在明年下半年才能办发包。那这个我们大概年底或者年初就发包第一期，而且明年就发包了。明年因为它这个经费是前瞻计划，那要求我们109年12月底要完成。是。另外，画面当中有学生家长所တင်前议员的相片显示，不明的安亲班业者用这款无合法的交通车来接送，相当危险。要求市府一定要深入了解。对此，市长甲教育局长拢强调，面对这款违法的事实，就是一定开单处罚，以后嘛严格来处理，保障学生安全。特别若果是无立案的安亲，或是补习班业者，提醒家长嘛一定要注意。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2020总统大选，民进党是不是菜来配呢？伫立委林俊宪甲总统的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蔡英文甲赖清德第一届合体为林俊宪降台造势。尽管蔡英文一直无讲出副手的人选，不过林俊宪强调，团结护台湾才是上重要的核心，而且也是支持者上界希望看到的。位伫中西区樱花路顶，立委林俊宪甲总统的联合竞选总部2号上午正式成立。伫个前院长赖清德的陪同，林俊宪受到侪乡亲的支持，由民进党市党部主委黄先条来授旗，赖前院长披挂彩带，后援会总会长康英嫂来致敬包场顶吉祥物。林俊宪当选，林俊宪当选，林俊宪当选，林俊宪当选。咱认为自由民主是最基本的，但你也看香港人的做。所以拢爱家己啦，珍惜咱家己，只要用咱的选票来保护咱的台湾。拜托咱的乡亲时代，伫明年的1月10日，1票蔡英文，1票林俊宪，安尼好无？支持民进党安尼好无？安尼好无？各位乡亲时代，支持林俊宪，支持蔡英文，支持民进党安尼好无？用咱的选票来保卫咱的台湾安尼好无？咱来团结。包括市长黄伟哲、总统蔡英文，随后嘛拢到场为林俊宪来加油造势。前院长赖清德更加为家己的子弟兵卖力来扭票。一方面除了肯定林俊宪的成绩，另外嘛学了林俊宪台湾优先的意识，大家继续来栽培。俊宪坚持台湾优先，守护台湾的本土路线，坚定不移啦。这咱一定爱甲学咯，咱一定爱甲学咯。无论是伫立法院文政，也是伫电视台咧论述的时阵，咱拢会当清清楚楚看到，这个台湾囡仔有本土心，有台湾情。但是咱继续甲栽培，你讲对啊毋对啊？你讲对啊毋对啊？另外，林俊宪嘛，因为曾经是小英担任党主席时任期上长的发言人。因此，小英总统嘛学了林俊宪是一位认真打拼、真有创意的国会评鉴第1名的立委。蔡英文强调，经过3档外艰苦的执政，打好的基础，就算国际经济无稳定，不过台湾的经济也是持续稳定的发展。伊呼吁大家一定要团结，共同来打拼守护台湾。我今日看大家气势袂歹。气势袂歹，气势袂歹哦，有信心无？咱的气势一天比一天更好，一天比一天更大。我们的信心要坚定执政，咱一定爱赢，大家讲好啊冇？若是要高票连任呢，要寻求连任，还佫一个人就是我啦。会支持未？大家会换咱来支持未？大家有信心无？
赖清德甲蔡英文一前一后，首次伫咧初选竞争过后头一天的公台，为民进党的总统甲立委参选人来加油助势。至于外界关心的2020大选，民进党是毋是会菜赖配？蔡英文伫咧事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嘛无愿意松口，只表示搁等几工啊。目前民进党只有团结才能赢得选举，守护台湾。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因为议员伫议会总质询的时阵，批评台南市车祸死伤率6度上悬，互市长感觉真无光彩，所以警察局特别选伫市区人口较侪8分局辖区，发动放射式的酒驾拦检勤务，希望降低车祸伤亡。根据统计，台南市去年酒驾肇事造成30人死亡，今年到现在嘛有19个人死亡。因此，警察局利用大数据的分析，酒驾肇事的时段，伫1号拜五暗时举办扩大临检，宣示酒驾零容忍的决心。有鉴于台南市的这个交通状况，过去在 A1、A2 的肇事率跟死亡率以及受伤的比率在一直居高不下。那前7个月的数字也是不是很理想。那虽然9月份我们的致死率跟这个死亡率跟那个受伤率已经降低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加强交通秩序的维持。所以不管是闯红灯或者酒驾的部分，我们都要严加取缔。那所以说，我们特别今天借着这个机会来对于我们辛苦的执勤的警察同仁来表示慰勉。警方干部选伫人口较侪旧城区、甲永康、桂林等分局的辖区重要道路，出动了9侧拦截。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前往民生甲环河路口慰劳警方的辛劳。警方运用口袋战术、封城的方式进行拦检，不管是大路或者是左右转的巷仔口，拢设有拦查点，甚至拦查点的边仔就是居酒屋顶，希望达到遏制酒驾的效果。伫拦查的过程嘛，因为有驾驶人可能伤过紧张，因此弄着头前的小客车，因为是无细意，最后对方嘛无来追究。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置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
台南市108年联合婚礼活动2号下晡伫基美博物馆浪漫登场。今年以编织幸福、将爱台南作为主题，去引将近100对的新人参加。市长黄伟哲甲基美博物馆基金会董事长廖进祥共同为新人证婚，祝因会当互相扶持，牵手到老。连续5档伫基美博物馆举办的台南市联合婚礼，今年以编织幸福、将爱台南为主题，总共吸引将近100对的新人参加，由市长黄伟哲担任主婚人，基美博物馆基金会董事长廖进祥担任证婚人，共同为新人来祝福。在这个最重要的人生的一刻的时候，映照着夕阳，看着背后的这个奇美博物馆。所以我想说不必多言，幸福尽在这个溢于言表。那祝福大家这个百年好合，恩恩爱爱，早生贵子，幸福美满一辈子。今天各位来这里，我相信以这边的景色，可以让各位一辈子可以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那我在这里要祝福各位婚姻美满幸福。伫个现场，贵宾共同的见证加祝福，双方挂上手指完成婚礼。主办单位并且事先准备枣仔糖，由新郎加入枣子糖来饲新娘。双方同时接吻9.9秒，象征甜甜蜜蜜，早生贵子。3、2、1，来，请参加我们的幸福游戏。我们亲吻9.9秒，那我们也一起来倒数9秒钟，好不好？好，要不要来久一点呢？我们刚刚市长数到了8，对不对？接下来，董事长好可爱，9.9，9.9，幸福999，恭喜你们！也希望呢这样的枣子糖，还有甜蜜蜜的喜糖，可以让大家幸福999。主办单位市府民政局除了准备各项的好礼，另外现场还有提供现金礼券、加住宿券等抽奖活动。需要市长加所有贵宾嘛，一甲每一对的新人来翕相留念，为浪漫的婚礼留下永远的记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位伫北区田仔寮的花德里，以来总共有6座公园，因为有区公所斗相共，以及里长发动社区的志工清洁摒扫，互每一座公园拢非常的清洁明亮。3号上午特别邀请里民做伙伫个田仔寮公园动乐，并且选择乌美的红地。拄契合北区改造社区公园环境，民众票选第1名的花德里浩德公园，伫个里长宋兰美月带领。结合社区志工，甲区公所的大力帮忙，现在佫将原本脏乱的田仔寮公园整理甲清气舒适，适合大人小朋友到遮来佚佗。里长表示，里内总共有6座公园，伫个社区志工的帮忙，平均每一座公园1礼拜摒扫2摆，希望有好的环境，会用吸引较侪人来遮。花德里有6块公园，这6块公园真正是足大块伫北区会使讲，33里就是我公园上介济。我希望我要反转旧思维，就是讲较早的公园就是拢树仔暗，个游乐设施较健康凊彩。我感觉安尼是无够的。我是讲爱有一个亲子游乐。北区区长表示，一寡小型的工程，区内里内会用做的，区公所拢会用帮忙。至于大型的修剪树木，为了防止小黑蚊。区公所嘛请市府来斗3工。今仔这个活动，咱市政府就是咱农业局所支持来推动的，因为消费运是归伊管的啦。登革热的网是归咱迄个卫生局管的所以管辖的单位无同。但是不要紧，咱公所我讲公所服务就哪像咱的迄个病医的家医科共款，咱也毋知咱的镜头伫个地无介清楚找公所，阮会去转去上界正确的迄个单位，叫伊来甲咱处理啦。当然，若是普通的小感冒想要收树这小可工作是公所来处理就可以啊。
今仔日那个小黑蚊吼，阮这支亏信嘛会通发挥功能哦。我甲来报告，这支亏信吼，人讲有3种功能啦。第一种功能是会风，第二种功能是早日。哦，这早日日头伫倒位吼，足舒适的，伊有够大支。第3种吼上好的，我今仔日会知影吼。咱的姐甲我讲哦，我甲你讲哦，你这支亏信拍网啊有够有效的。哦，因为吼有够定啦，有够定，毋是软个就是讲吼，迄拍网啊，咱若伫外口行的时阵，会风拍网哦，足好用的啦吼。所以我相信这就是咱希望讲会当互咱的环境更较好。东港的李明东乐活动，除了小朋友的小提琴互我演奏。另外，阁有邀请专家来分享如何防治小黑蚊。现场出席的贵宾，阁有立委陈廷辉、议员陈义珍、沈振东，甲区里里服务处的秘书陈明才等，拢到场参加。整个地下寮公园闹热滚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制作形象的材质有真侪种，有金属、石材、木料、纸类等等，非常的多元。岸边为顶堂所供奉的功德尊龙的形象，就是用陶土制成，而且上界特别的是，这尊形象是用了一栋的陶土才完成，是目前台湾上界大的。画面上这尊钢铁尊王的形象，看起来甲一般的形象并无啥物无共，但人一徛伫边仔，马上就当看出这尊形象竟然甲大人差不多悬，而且制作形象的材料也是前往大陆红溪甲泉州的红山石取得，等来台湾以后，佮再加上陶土所制成，相当高工。咱圣王公主较早有交代啊，伊要以传统的方式，伫较早咱上早拢是用土捏的形象，但是伫早前咱的经费有问题，所以咱一直无法度去用上即个土上来捏即尊神尊。到后壁一个机缘之上，咱逐个募资了有即个经费了后，咱较来大陆咱圣王公的出生地，抗伊的祖庙去取即个土母，倒来捏即尊咱圣王公的形象。你为什么会选择前往大陆出土？蜜蜂表示，嘛是因为神尊降价指示的关系，互即尊钢铁尊王的形象更加添神秘的色彩。咱去出土吼，咱圣王公完全是无交代讲要去啥物所在的，伊一直讲的，由阮地主家己去找即个土母。阮想来就是对圣王公的出生地，抗伊的祖庙西山红山寺去找即个土，但是伫西山顶完全是拢无即个土的物件。结果有一个机缘，有一个查人甲咱问讲啊，咱到底要创啥？咱讲咱后尾要找一个土来捏咱圣王公的土上的金尊。拄好伫圣王公上开基的殿后有一个花台，咱去迄个所在问看咱圣王公是毋是要取即个花台内底的土。较早捌听过人讲，人咧起庙咧学捌学过五色土，但是伫现代完全毋捌看过即种物件。但是咱经过咱圣王公钦杯以后，请示是毋是要去学即个花台的土倒来做土母？圣王公甲咱引三个上杯，咱学落了发觉真正青红黄白黑五色的土，咱较用古早色，咱用灰红啊自家的土带倒来台湾，互咱的雕刻师落去做土母。岸边威定堂钢铁尊王的形象是目前台湾上大的艺术形象，嘛因为春秋以及前往大陆出土的特殊经历，成为信徒当中的热门话题。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云的天气，温度22度到29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7级到8级，上大阵风是10级。感谢你收看11月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